大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新闻的特别报道。1989扫动的理想，台港中30年民主路。1980年代的台湾创造经济奇迹，将做亚洲四小龙。戒严了后，诉求民主改革的呼声嘛愈来愈悬。像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青年朋友透过抗议的行动，促成国事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且结束万年国会，这当讲是拍开台湾民主大门的开始。1996年，台湾举行第一届总统直选，而且经历几啊届和平政权的转移。台湾民众一届又一届用选票甲政党讲，人民才是家己的主人。像发生伫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就是伫个野百合运动了后，30年来台湾上大规模的学潮。回看台湾的民主路，到底为咱带来什么款的省思甲检讨呢？咱做伙来看。民主没有自由，那就不是真的民主。野百合学院可以讲是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打开大门的序曲。各个世代的人在争取的所有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掌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被别人掌制。国民大会每年开会一次呢，有督促的作用。我们争取1年开4会议，正表示我们对选民的负责。1990年戒严3年后的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政治体制确实悠远真封闭，前代40年的国民大会唔捌改选，真个各代代表早就已经老哭，甚至无啥会行。不过却是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任期延长为9年，并将出席费为52000块调悬为22万，和外界当作是自肥条款。牢固的国家机器对面着社会全面求变的大潮流。3月16日。青年学生伫中正纪念堂发起静坐示威抗议。不满各大代表人权，本来10外人的小规模静坐，伫各大学串联之下，学生一直集合，结果扩大为5、6千人。台湾40年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成型，并且提出4大诉求，主张国会全面改选。要求执政当局立即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民国事会议，并提出未来具体的民主改革时间表。因为我们的国民大会是一个万年国会，所以我们应该要谈这个制度的问题。所以学生就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我们学习到的民主的理念，可是从来没有在台湾落实过。我觉得这样一个很素朴的想法。那出来抗争。21年22回范云是台大学生会会长，嘛是学运决策小组成员兼总指挥。多年来，议员伫学界为民主夜整。中会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回想到迄段民主改革过程，伫眼前浮现。我们后来不是做了一个野百合，台湾野百合的塑像。那本来有人说指挥台，可能大家觉得它不应该高高在上。那后来就决定放在广场的中央，因为代表那个台湾野百合的那个学运的精神本土的精神应该是从群众当中长出来的。青年学生本改革的扫工，学运替人民长期的积怨找到出口，也因此得到广大回响甲声援，变成社会一股推动台湾民主化的动力。其实学运都有它的理想性，跟自主性，所以并不是任何政党可以操纵，它是站在为社会尤其是受压迫者来发声。在关键时刻学运会扮演一个影响局势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当时的学生其实是借着一股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认为台湾应该要改变，民主应该要成为这个台湾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野百合学院可以讲是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打开大门的序曲了。我们要求是由李总统亲自接见。
经过5天无分暝节的抗争，3月2日，50多位学生代表甲教授进入总统府，甲总统李登辉见面，双方会谈40分钟以后，达成4点共识。要我们这个解散国民大会啊，事实上啊，这个总统不是这个是独裁，也不是军人政府，这个是革命政府，哪里有怕？将来这个国民大会啊，会这个改组或是怎么样啊？那个牵涉到了将来的这个是宪法的修正以后啊，才可以有这个才会发生。3月2日，学生撤离广场，结束6天的亚比卡的航运。总统李登辉依照承诺，伫6月28召开国事会议，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结束万年国会等等的结论。台湾民主化进入新的阶段，展开一连串宁静革命。台湾的当时的民主运动、反对运动本土化运动，那已经在台湾社会也推动了非常久。那你可以说，学生是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推进，让它达到的速度更快了。在一个很稳定的两蒋时代的一个发展里边呢，人民的声音其实是很少的。那透过了一个非常纯真的学运的这种大规模的，大家都注意到说我们在宪政体制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缺点，那李登辉呢就趁势的把这股力量给吸纳上来，就使得这个民主转型呢非常顺利的那种推动。本席郑重宣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废止案3读通过。1948年制定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将中国内政非常的体制炸到台湾来，唔但无照宪法公民的基本自由甲政治权利，拢被剥夺。1991年5月7日，台湾废止临时条款，终止实行43年的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对中共的敌对态度，两岸的关系有新的发展起点，更加让台湾朝向正常民主宪政的国家迈进。国为40多年来致力维护宪政体制，将成为我国宪政发展史上的繁荣的记录。1991年年底，国民大会甲立法院全面改选，万年国会从此行入历史。过当年5月15日，立法院通过修正刑法第100条，取消内乱罪，废除政治叛乱条例，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到保障，嘛开启台湾的民主宪政。捌因为内乱罪被判刑10年，柯信良在1990年得到李登辉总统直辖，在这刻总算才卸下金额头叛国的枷锁。言论无罪，思想无罪，好吧？可是呢，刑法100条是判思想犯，判言论犯。根据你的思想，根据你的言论，判你叛国罪所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废除刑法100条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让台湾恢复正常，就是让有言论自由、有思想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努力。我们在民主转型的过程里边，并没有付出太大的一个代价，比方说，战争啦，或者是暴动啦，或者是这个民生凋敝啊，我们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蛮雄厚的，所以在1990年代的这种民主化过程里边呢，我们很顺遂，经济也维持得还蛮不错，然后呢，民主政治都上轨道了。198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发展，成为改革强力后盾。90年代初期，写下一连串民主的头一摆，除了国会全面改选，也有1994年省长选举，以及北高直辖市长民选。第一次根据法律进行地方自治的选举，跟你行政命令大，这个权限大小，这个行政权就有很大的空间。对地方自治来讲，至少得到了整个法律的保障。今天2130万同胞正式迈进主权在民的新时代。1996年，台湾举行头一摆总统公民直选，完成了台湾民主化最后一个重要的拼图。在台湾跨出民主一大步的同时，却嘛都要面对中国的危险。总统直选的期间，中共用飞弹研发大规模的演习，怕什么影响台湾的选情。台海危机后，两岸关系对立，开始互相无信任。
如果台湾今天没有中国因素，就没有一个外来的政权、一个外来的国家一直压迫着你。台湾面临的民主就跟其他国家面临民主差不多类型，我们可能有里面比较自由跟保守的竞争。可是因为台湾有多个中国因素，它会要来改变，会来干预我们的民主，这是非常吊诡。台湾碰到的状况，今天我们有对岸的一个庞大的力量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当然他也不放弃武力犯台啊，也要搞到什么1国2制等等。那么你推动你的这个民主的脚步，那么有哪些地方你必须要按照规范啊，你来限制？有哪些地方你不能无限制的扩大？你不能什么东西假国家安全之名呢？啊，来限制你这个民主，那这也不对的。公元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不是个人的胜利或政党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民主的胜利。2000年总统大选，陈水扁甲李秀莲当选台湾第10任总统、副总统。民进党取得中央政权，结束国民党在台湾超过将近半世纪的一党专政，打开台湾政党轮替民主新念。50年执政的国民党下野，所以政党轮替。第二个呢，陈水扁一开始就觉得要找一位女性搭档，那么他找到我，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两性共治。所以2000年的政党轮替，这2方面的意义很大。全世界非常肯定那件，因为我们没有流血，我们完全和平、完全理性、完全合法。90年代自由改革后的台湾，内政走向民主自由，淹过伫个国际外交，却处处受到中国的打压。进入21世纪，面对中国以强国姿态徛起，两岸关系变成台湾领导人上界艰难，嘛上界需要智慧来面对的挑战。历史性的今天。终于完成复解的程序，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总统第2任期时，陈水扁提出第7摆修宪，冻结甲国民大会相关条文，国民大会停止运作，并将公投入宪。另外，立委释处减半，选择即改为单一选区2票制，改变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结构。中华民国35年的大出席，国民政府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主席要在今天下午4点钟隆重签署宪法。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已经沿用超过70年。回顾宪法的历史，为1991年头1摆修宪到2009年，总共经过7摆修宪。虽然有对时代的进步，也过议员和外界质疑讲，干那解决权力分配甲运作，不足以建立适合台湾而且长久的新宪法。我们现在一个整个宪法的一个宪政体制啊，很多都是从大陆那边引用过来的，它还是个大中国的这样一个概念哈。如果你动到宪政结构的话，你势必啊有时候会涉及到整个国族的认同或者是国家的认同，那中间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调和啊？我觉得是要花点时间啊，大家真的要坐下来谈。双主掌制经过10年来的这个实验呢，也证明说，以现在来讲呢，是有些缺点的。我们文官体制需要改革，好不好？文官体制，坦白讲，到目前为止呢，都还不是最好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在政治民主方面，我们需要强化的了。2004年，陈水扁连任总统，爆发国务机要费的案件，亲信甲厝内人嘛牵涉到真侪弊案。前立法委员施明德发起倒变运动。2006年9月初9起，50万人穿红色的衫，行上街路，要求陈水扁下台。游行行动人数一直破纪录，显见民众对执政当局的不满。很多人觉得，哎，今天我已经掌握政权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这个人民终于当家作主了。他忘记了，他过去所反对的东西，正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东西。他过去的反对国民党的一些贪腐啦、金权政治，可是你上来以后，你做的跟他一样，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倒退。民主的好处就是人民可以做定期的投票，投票也是分数，打分数，不及格就换另外一个党。那民主其实在创设的过程中，其他有一个重要原则，
它未必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治理方式，但它绝对是一个避免走向一个人独裁的可怕的世界。人民的声音我们听见了，我们现在的感觉虽然是胜选，我们高兴，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心里面了解到，这是一个重大责任的承担。2008年，马英九高票当选台湾第12任的总统，实现二次和平政党轮替，而且国民党掌握国会3/4的席次，台湾重回一党独大的时代。2012年连任成功，总统马英九在5.2抗就职演说中提出一个中华民国2个地区，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任内两岸关系在9日共识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互动交流达到最高峰。不过，是不是影响到台湾的主体性，引起社会质疑？明显的感觉到中国对于台湾内部的自由的威胁越来越高。这本来在2000年就陆续就可以看到这个状况。中国直接利用它的政经的力量，特别是经济的力量，限制、钳制台湾内部的言论自由跟表现自由。你好大，我不怕；你好大，我不怕。中共的渗透，再加上一些统派力量的里应外合，他们事实上是用民主社会的这种手段在颠覆民主，要捍卫台湾的这些自由民主跟人权的价值，跟制度，因为这些跟空气一样，当它在的时候，你呼吸你不觉得它存在；当它失去的时候，你没办法活下去。台湾社会有一种反制现象，不能把什么责任推到对岸中国去。如果责任不是从自身改进起，你就对抗不了外边那种渗透啊。所以台湾最重要的是夯实自己的公民社会的民主基础，能够正确的辨别是非，愿意去了解事情真相，台湾才有希望。我们要真相。愈来愈多少年人出现在台湾社会运动中，因关切这片土地上的无正义，守护环境、保卫人权，争取劳工权益，更加监督司法改革，调查早期政党立场的思维，转型为公民自发性的运动，嘛代表民意的集合交发声。抗议立法院审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互相作业。2014年3月18，400多位大学生甲公民团体成员冲入立法院议场，这是台湾史上头一个占领国会行动，被称之为318学运。嘛，因为民众乌烟将太阳花送入议场，结果叫做太阳花学运。这20-30年过去之后，其实我们的制度上的一些缺陷跟弊病，蓝绿两党的这个壁垒分明的对比的情境，确实创造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觉得2014年就是一个我们去反省这样的瓶颈，我们如何面对台湾的民主怎么样走到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野百合的学运里边基本上它是一个在中正纪念堂一个公开的、开放的一个空间里边，可是呢，太阳花学运是在侵占这个立法院跟行政院的这种情况之下，这是一种暴力的、非法的一种作为，其实完全不一样，在本质上完全不一样。挑战法律，台湾的少年人骑上社会运动的第一线，少年的面找到24年前也比较学运青年同款的表情，迄种唔惊威权、充满理想的精神，继续展现在台湾的民主道路上。所以其实所有各个世代的人在争取的所有事情，它是回到最根本的，就是我们怎么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别人宰制。每个学运的历史脉络是不同的，但是精神上是一致的啦。年轻的世代对台湾更认同，对民主更坚定。我想这也不会走回头路。为这个两岸关系，他们真的在关切，他们真的在起来护卫自己的权利。护卫台湾的权利，证明台湾民主运动在我们这一代努力台湾民主运动，在这个台湾真的开花结果。
1990年，也碧合的政治也伫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带来台湾民主的春天。经过这多年的淬炼，忠诚人民心上民主自由的基因。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再次出版报警，唤醒少年世代公民意识，更加引起两岸三地改革浪潮，为香港甲中国带来强烈的共鸣。